暑假各地有各种嘅营队，三下来屯小家也嘅营队应该系台湾头一摆办哦。也按多年来都市建新嘅议题筹划过太胖，可是有人提问讲，都市嘅青年呢也应该从细路培养，在变啊安家嘅环境当中，让人去认识同想象，甚至规划自家生活环境嘅可能性。台北文化也从哈林洋发通，用视听古迹、同步文化园区做基地，带领青年呢观察社区、认识环境。一只基地是由各个社区运通，也变做教材之一，让青年呢各有人文关怀嘅视野。它这个叫做2个层次复层绿化。瓜牛壳。对啊，所以就知道这边曾经有瓜牛。你可以记录下瓜牛壳，来，这是你的任务。蜗牛壳。那这张纸就交给你。在翠浦先生嘅带领下，都市嘅公园地带，只要用心观察，慢慢弄时会看到神奇嘅东西。你看，有一只飞走了，是什么？苍蝇、郭鹰。好像是哎，小苍蝇。好，待会我们下一站再继续观察。小心车哦，干秃秃的。今年暑假嘅办法同步社区，有一个园区专门用社区作为中心进行访问同调查，主角系小学生，对象系社区地表嘅草同树。可以注意看这边的树。这边树至少有几种？谁可以告诉我？3种。几种？3种，哪3种？榕树。榕树什么茄的？茄冬。校园树是茄冬。还有你说的。然后我们头上这一棵叫枫香，就是它的叶子长得跟枫叶一样嘛。我猜对了。透过观察同记录，小朋友学校认识事物，翠浦先生涵盖到过程当中，教导同启发社区规划嘅观念。你们觉得为什么要不同的树？比较好看。好看也是一个考虑，但是更重要的考虑是有不同的生物会到不同的树种，就是这样，不同的层次就会有不同的动物可以栖息。是的。可是他来养苍蝇的啊。对，苍蝇也是一种动物啊。苍蝇是害虫。大便虫。好。是的。所以这是我们规划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到的事情。还有一个问题是树下，你们觉得？空气污染，对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呢，树下有没有觉得空空洞洞的、干巴巴的？提醒大家嘅观察心得，将到教室地摆下来相互讨论，同时透过拼图嘅方式规划更加理想嘅空间设计。你係講係全台灣新鮮嘅小小社區規劃師培訓工作坊，強調培養青年參與公共事務、都市議題、發揮文化資產空間嘅能力同態度。在台灣來講，社區規劃師是大人在玩的事情嘛。那小學生的部分當然是都還沒接觸過，那所以這次會想到要這樣辦小學生的部分，是因為覺得好像社區規劃這個觀念應該要從小扎根。從小培養，那我們的環境教育也好，公民教育也好，一直就是最近幾年開始在談，但是就是好像還不夠活潑。選一樣寬的會比較好。喺暑假期間，小朋友對公共地圖、景觀設計、古蹟建築、地攤生活、社區產業、創意社區嚟到面向，用新鮮嘅方式去學習同進行，將自家轉做係社區規劃師。因為我本身也蠻喜歡規劃這類的東西，所以就會來這邊。他會教我們很多事情，比如說像怎麼規劃一個公園啊，然後還有第一天還有叫我們做訪問，都是下課完之後就在家裡寫功課，然後暑假呢時間比較多，所以來參加這個活動，然後認識一些東西，然後也做了一些有趣的事。希望小朋友对于这个所居住的社区，说是一个空间好了，这个空间有一个感觉，而不是每天上学回家睡觉，
而其他的就好像没有什么观察力。所以就是希望小朋友对于生活的空间有一点点的观察。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他不缺乏知识，可是在他们内心是有藏着很多不安跟恐惧的。那我觉得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能够让小孩子去观察周遭，然后观察大自然，进而能够观察自己，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本质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对，这也是其中古迹的25个特色里头其中之一。什么砖啊？这个砖，这个砖呢，你看它的这个角胶啊，是不是还蛮有棱有角的？就是该有的线条都还存在，而不会这样圆糊成一片。对，这是日治时代的砖。两区除了课程内容同研修嘅目标生活化、简单化之外，上课嘅位所也係經過設計，建立下所在嘅空間，係有歷史文化價值，同時也係社區運動發生嘅地點。對日本時代開始，呢片就係糖廠，每下到1997年，外界起咗農業安養園，社區組成促進會開始抗爭。當時呢，市議員通用一切的關係啦，用議會、國會、立法委員的壓力呢，一天都比成功做對嘅，推動一天都去合作講去個養老院做對嘅啦。但是居民講，按照人家身份進進出出救護車，因為都係叫進進出出呢，對生活品質當唔好。人家附近呢，因為有個愛園，又有人資園。經過社區嘅爭取，2000平嘅土地順利變建做公園。2003年，國家將3棟建築物保存落來。遷走讓600平，天天開放600平啦。到後邊呢，也變到 A、B、C 3棟，變過一些的專家去監聽啦，台大教授啦，個市政府嘅官員一天的比例呢，經過市政府嘅變更地目，省鄉都內政部同意以後呢，都變成制定為古蹟。呢場進行幾廿年嘅社區運動，經過準備，竟然竟將其提升，期盼了禮拜小小社區規劃世界年攝樣。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，來讓小朋友直接就以這個空間為一個基地，就像是一個基地一樣，來發想說，哦，原來社區規劃裡頭有，社區運動的這一環，然後有都市計劃有古蹟保存古蹟活化的這個角度，促成人家對要社區嘅一種嘅通能都對嘅啦。我因為講安尼，對人家係推真好就對嘅，唔好講博識講，所以推傳下來文化。雖然今年嘅招收人數無社區嘅預期咁多，總共將40個人呢。不過，呢係一個開始，一個社區運動延伸同向下當進嘅開始，各界為了求社區嘅再生，注入新發力同可能性。